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9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00天。根据媒体报道，前线共发生122次战斗。在乌东战线，当前最激烈的战斗还是在红军城，也就是那个波克罗夫斯克。乌军再次占据优势，有迹象表明因为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武器消耗需要重新休整。俄罗斯军队在推进速度明显的放缓甚至停滞，而且在很多战场陷入了被动。在库尔斯克前线，双方继续在多个区域互有攻防，俄军进攻势头放缓。根据乌方的说法，库尔斯克目前已被乌军占领2000平方公里，也就是2月份乌军的反攻，俄军丢失了800平方公里土地。但是有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个俄军已经收回60%的库尔斯克的失地，所以双方这个说法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不管它差距多大，乌军在库尔斯克依然在那儿打击俄军，那至少说明地保老人把乌军赶出库尔斯克这个梦想又破灭了。最近这个地保老人亲自宣布，乌军的810旅绕到这个库尔斯克乌军的后方意图切断库尔斯克乌军和这个苏梅地区的联系这后勤道路。这个俄军的810旅好像这个旅长还跟普京之间通话。咱们节目也说了，因为俄罗斯的这个尤其是普京的很多说法，我也不能说普京是自己撒谎，因为普京得到的信息恐怕都是假的，他有严重这个信息茧房。因为俄罗斯前线的这些将军跟普京的是报喜不报忧。这个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否认普京管入库尔斯克州边境被突破的说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利霍维在其脸书页面上宣布，自2月19日当天开始以来，在库尔斯克州已记录了12次交战，其中一次俄军袭击的是一支俄军部队试图向乌克兰边境推进，他说这次尝试没有成功。这个双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普京说了810旅进入了苏梅地区，但是这个乌克兰的边防局说根本就没有的事。另外2月21号，据多个俄罗斯消息来源报道说，超过5000名乌克兰士兵和200多种装备，包括埃布拉姆斯坦克聚集在苏梅地区。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计划在布良斯克州进行大规模越境攻击，入侵的目的是创造另一个信息，以阻止解决俄乌冲突的议程，因为基辅寻求继续战争。这个是俄罗斯媒体说的，说乌军现在集结了5000人要进攻布良斯克。乌克兰军事记者叫尤里布图索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准备对俄罗斯境内布良斯克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目前在距离该地区边界50公里处观察到技术装备和数千名乌克兰士兵的集结。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主要群体集中在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初步显示将有5000多名乌克兰武装部队人员和2000多件装备准备进攻，其中包括北约豹式和埃布拉姆斯坦克步兵战车等。据报道，乌克兰军队还从苏梅州的肖申特和格鲁霍夫疏散了部分平民。这个俄罗斯也恐怕是一惊一乍的，现在高度紧张，害怕这个乌军出其不意又不知道打他哪个边境州。双方在前线的战斗那是非常惨烈。根据英国情报部门说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正在强迫2022年入伍的动员兵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合同，拒绝者将被送上前线，而他们在前线生存几率只有10%到15%。英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指出了这一点。强迫签订无限期合同的部分原因是经验丰富的士兵严重短缺，俄军在入侵乌克兰期间损失惨重，死伤超过86万人。莫斯科正面临着合格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我们再看一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最近大家所诟病的，大家关注的就是特朗普炮轰或者叫污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或者他们俩之间的隔空这种对战，气氛非常紧张。特朗普毫无这个章法，毫无道理的污蔑战争是由泽连斯基挑起的。我在最近几天节目一直说，特朗普这个做法就是极限施压。作为我们没有必要被特朗普牵着鼻子走，大家还是叫听其言观其行。你看似乎特朗普今天又有变化了。前2天特朗普的俄乌特使叫凯洛格不是到了基辅吗？跟泽连斯基以及跟乌克兰的总理还有乌克兰的外长基比加都会晤了。昨天咱们也说了，应美方要求，乌克兰和美国特使取消了新闻发布会。我当时就说了，那一定是对乌克兰有好处。凯洛格和
乌方人员、高层官员会谈之后，一定是对俄罗斯不利，对乌克兰有利。所以作为这种谈判的这种信息，先不要泄露。今天你看，首先你看看这个凯洛格他自己发的 X 上面发的内容，先泽连斯基是发了一个信息，说这是紧张的国际工作日，我与凯洛格将军会晤，让我们重拾希望。泽连斯基说了啊，跟凯洛格见面之后，谈完之后，他重新拾起了希望。我们需要与美国达成强有力的协议，真正有效的协议。我已指示我的团队迅速而明智的开展工作，经济和安全必须始终齐头并进。内容不多，就这么几句话。实际上，泽连斯基已经透露出了一些好消息，就是经济和安全齐头并进。什么经济？不就是那个矿产协议吗？那安全，这就是泽连斯基天天念叨的。你美国的参与啊，美国的承诺，美国的派兵，那某种意义上，泽连斯基和凯洛格之间已经达成共识。你看啊，凯洛格转发泽连斯基的这一条，凯洛格怎么说呢？他说与乌克兰高层领导进行了漫长而紧张的一天，与乌克兰高层领导进行了广泛而积极的讨论。泽连斯基一个身处战争之中的国家勇敢领导人，以及他才华横溢的国家安全团队。你看凯洛格高度赞赏泽连斯基，这个和特朗普前2天辱骂泽连斯基形成鲜明对比。这个凯洛格是不是不想干了？大统领刚骂完泽连斯基是独裁者，挑起战争，是这个什么一个小有成就的喜剧演员，就知道骗忽悠拜登从美国拿走多少钱。这下怎么又变成了勇敢领导人啊，才华横溢的安全团队呢？所以你要把特朗普的话当真，那你就天天被他牵着鼻子走，有什么意思？作为我是个评论的人，我根本就不在乎特朗普说什么。你看凯洛格这回就开始表扬泽连斯基啊，这个就是一种谈判手法。你没有这种心理素质，你不要往桌子上坐。那特朗普先大嘴巴先是骂完之后，这边给个枣，先是极限打压，这边也说点好话，无非就是想动摇泽连斯基，就想达到特朗普的目的。当然了，还有乌克兰的总理以及乌克兰的外交部长都对凯洛格这个会晤给出了评价，似乎乌克兰方面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美国方面对这个会晤没说什么，没有任何信息出来。但是有一个信息，就是泽连斯基同意签这个矿产协议，马上就签了。你看看是不是峰回路转？关于泽连斯基签这个矿产协议，我从一开始就支持。有很多人说这是卖国协议，什么李鸿章都不敢签，什么俄罗斯得到了乌克兰的领土，美国得到了乌克兰的矿石，这纯粹都是无知，就这种是情绪化的，这叫不成熟，这叫幼稚，根本不懂什么叫博弈。泽连斯基，我在前面节目都说了，这是泽连斯基的提议。恐怕在去年特朗普竞争总统的时候，泽连斯基就拿这个取得特朗普的信任，因为他知道特朗普喜欢做交易，无利不起早啊。为什么这战打了3年，突然乌克兰出现这么多矿，对吧？价值好几千亿、上万亿美元，以前怎么不提这事呢？对吧？我分析的一定是泽连斯基告诉特朗普，对吧？我们有这么多稀土矿，你感不感兴趣？那泽连斯基为什么在慕尼黑会议上又不签呢？因为他的目的没达到，他希望美国你要我们俩合作，那你的保护，你得给武器，你得派部队，得保护这一矿。那特朗普他不干，因为特朗普他有他的节奏，他还跟俄罗斯谈。这个时候他说我们签个协议，我要派兵，那你还跟俄罗斯谈个啥？所以特朗普破防，开始大骂泽连斯基，说他傲慢对待美国的什么财长，签协议什么说好了签了又不签。那这回凯洛格一来，为什么又签了？双方都是博弈，都希望多得到一些筹码。那无非就是凯洛格承诺了这些安全协议也包含在里面，对吧？一定是能让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满意。但是具体的细节咱也不知道，有很多媒体说这个条款什么管辖权，以后双方有争议，那怎么办？管辖权在纽约，在美国，泽连斯基不同意。我觉得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昨天节目我已经说过了，你只要美国愿意出兵，愿意援助，你把矿签给他，这个本身就是合资，美国出钱出技术，乌克兰出人帮你采矿，矿给你，利润双方分，你乌克兰得到了保护。第二个，即便这个条约这个协议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你觉得有点吃亏，那特朗普他也只能干4年，特朗普一下台，美国换个总统，说不定人家又变了，眼光要放长远。也就是那些黄俄在那叫嚣，说什么乌克兰泽连斯基卖国，那总好过让俄国把它占领，把它抢走了。现在还有一大半的那个矿在顿涅茨克，就是顿巴斯地区，那是俄军占领，大家记得吧？那个叫什么卡索菲亚尔，那好像就是个什么盐矿，那下面全是矿洞，那已经被俄军占领。马里乌波尔铁矿已经被俄军占领，你美国人想要这一矿，那你得帮乌克兰把它打赢，或者谈判得把这要来。所以我觉得泽连斯基，你看马上要跟特朗普签这个协议，也许是泽连斯基要签这个协议，说特朗普今天对媒体就说了，他还要援助乌克兰。记者问到特朗普，你是不是还要继续援助乌克兰？特朗普说了，如果不援助乌克兰，那么普京就认为他会要胜利，所以那当然还要援助乌克兰。所以你看啊，特朗普他就是两边施压啊，至
少到目前为止啊，我一直说到现在为止没看见他什么真的是损害乌克兰啊，那还是个嘴炮，还是一是要为美国争取利益。他认为他给乌克兰掏了那么多钱都是白掏了，不应该他掏，那你乌克兰最好还回来，你怎么还？拿矿，这就是特朗普打的算盘。他认为乌克兰的事你欧洲人掏钱才对，因为我们还隔着个大海。关于特朗普最近为什么突然对这个泽连斯基百般辱骂，这个不仅是谈判的一种这个叫什么叫伎俩，但是这里面也有原因。泽连斯基确实是让特朗普破防了，什么原因？我们看一看这个卢比奥他是怎么说的。卢比奥对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了特朗普为什么对泽连斯基不满，大家看视频。When President Trump posts that President Zelensky is 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what are you thinking? I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very upset at President Zelensky, and in some cases, and rightfully so. Look, number one, Joe Biden had frustrations with Zelensky. People shouldn't forget it. There are newspaper articles out there about how he cursed at him in a phone call because Zelensky, instead of saying thank you for all your help, is immediately out there messaging what we're not doing or what he's not getting. I think the second thing is, frankly, I was personally very upset because we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the vice president and I, the three of us. And we discussed this issue about the mineral rights. And we explained to them, look, we want to be in a joint venture with you, not because we're trying to steal from your country, but because we think that's actually a security guarantee. If we're your partner in an important economic endeavor, we get to get paid back some of the money the taxpayers have given, close to $200 billion. And it also, now we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the security of Ukraine. And he said, sure, we want to do this deal. It makes all the sense in the world. The only thing is I need to run it through my legislative process. They have to approve it. I read 2 days later that Zelensky's out there saying, I rejected the deal. I told him, no way, that we're not doing that. Well, that's not what happened in that meeting. So you start to get upset by somebody. We're trying to help these guys. One of the points the president made in his messaging is not that we don't care about Ukraine, but Ukraine is on another continent. You know, it doesn't directly impact the daily lives of Americans. We care about it because it has implications for our allies and ultimately for the world. There should be some level of gratitude here about this. And when you don't see it and you see him out there accusing the president of living in a world of disinformation, that's very counterproductive. And I don't need to explain to you or anybody else. President Trump's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s going to sit there and take that. He's very transparent. He's going to tell you exactly how he feels. And he sent a message that he's not going to get gamed here. He's willing to work on peace because he cares about Ukraine. And he hopes Zelensky will be a partner in that. And not someone who's out there putting this sort of counter messaging to try to, hustle us in that regard. That's not going to be productive here. 如果你要从特朗普、从卢比奥的角度看，他说的也合情合理，没毛病。新华社他是怎么说这个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翻脸这个事？我们看看新华社怎么说啊。新华社报道，他说美国和俄罗斯政府代表团18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2天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怼，说特朗普攻击泽连斯基最直接的原因是，当然了，他是表面原因是说泽连斯基公开抱怨乌方没被邀请参加俄美会谈。泽连斯基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国想取悦俄总统普京。18日访问土耳其时，泽连斯基又表示，俄美会谈令人吃惊，谈判不应该在我们背后进行。他甚至推迟原定次日访问沙特的计划。根据新华社的报道，最近几个月特朗普的公开表态看，他反感泽连斯基更重要的原因，刚才说的一堆都是表面原因，他们俩互相吵起来。新华社认为，特朗普跟泽连斯基翻脸的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他认为美国从乌克兰危机中什么也得不到。他说，去年10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美国对乌援助大约1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好像能对得上600多亿的军事援助，300多亿的叫社会援助，就是钱，600多亿的是武器。他说，大部分都花在国内，那武器就是花在国内，用于国防工业制造。但特朗普坚称，美国为这场乌克兰无法获胜的冲突花费巨大，给出的最新数字是3500亿美元。他说，特朗普尤其对乌克兰的稀土等资源念念不忘，多次表示希望乌克兰拿稀土换美国的援助。美方已给乌克兰提供一份矿产协议方案，不过泽连斯基拒绝签署，原因是该方案唯一明确的部分是乌克兰必须交出50%的矿产资源，却缺少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也是新华社认为，特朗普跟泽连斯基翻脸，主要是还是为了利益，为了钱。总之，泽连斯基拒绝了美国财政部长这贝森特的协议，
因为那个协议里面没有泽连斯基想要的东西。那凯洛格来协调之后，那个协议肯定是增加了一些让泽连斯基满意的，也就是所谓的安全保障。所以泽连斯基说了，双方加紧工作，要在下一周吧要签署这个矿产协议。另外，据媒体报道，泽连斯基还有一个条件，就是签这个矿产协议，前提条件就是要求特朗普在会见普京之前，必须要先跟泽连斯基见面。实际上，我认为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之间这个矛盾根源就是在这儿。这泽连斯基和欧洲都认为，你特朗普你应该先跟乌克兰、先跟欧洲达成一致，你再去跟俄罗斯方面跟普京接触，而不应该先去跟普京、跟俄罗斯接触，你再反过来跟乌克兰接触。所以这个是泽连斯基意见最大。但是就这一点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了，我这一块我不支持泽连斯基这泽连斯基过于紧张，就担心这个特朗普先跟普京一见面，把乌克兰给卖了。事实上他也卖不了，连普京都强调谈判必须由乌克兰参加，对吧？欧洲都不知道，反正乌克兰肯定要参加。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呢，我参加，那就得必须英国、土耳其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甚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参与。这就是泽连斯基的态度。为什么要拉上土耳其？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一个是土耳其地理位置重要，第二个土耳其历史上跟俄罗斯就不对付，现实中恐怕土耳其跟俄罗斯也很难再尿到一个湖里去，因为这个土耳其埃尔多安抄了普京的后路。你想想这个叙利亚发生的事情，这不就是埃尔多安踹了普京一脚吗？窝心脚。如果俄罗斯缓过来了，那你说土耳其有好日子过吗？何况在黑海这儿，那土耳其和俄罗斯是直接利益，就一是历史渊源，第二个是现实利益。黑海是现实利益，双方要争夺，但是叙利亚那儿已经对吧撕破了脸，所以泽连斯基要紧紧的拉住土耳其。埃尔多安也多次表态，克里米亚就是乌克兰的，要确保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我们再说说普京，确实普京这一个星期心情大好，面对特朗普、对乌克兰、对泽连斯基、对欧洲的态度，这普京刚开始是非常高兴，大家可以看视频。Это делали. Но я вообще, честно говоря, удивляюсь сдержанности вновь избранног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Трамп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своих союзн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вели себя подобным, прямо скажем, хамским образом. Он ещ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 себя ведет в 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Но они не закрываются от этого. Ведь если мы говорим по украинскому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работают со своим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оюзниками. Господин Келлог, насколько мне известно, сейчас в Киеве находится, да? До этого он встречался с европейцами. Теперь президент Франции собирается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这个普京可以说在特朗普和乌克兰还有欧盟之间拱火浇油。普京说特朗普对表现粗鲁的盟友克制，令我感到惊讶。你说他能不高兴吗？但是高兴的有点太早了。网上也小道消息说彭博社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最近对泽连斯基的言论，主要说他是独裁者，要重新选举，发起了战争等等。也就是说，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言论已经远远超出了莫斯科的所有预期，这惊掉了普京下巴。没想到以至于克里姆林宫甚至担心外交陷阱和意外转折。也就是普京这个老狐狸现在怀疑，你这特朗普是不是在唱双簧，是不是在骗我，是吧？这个戏是不是演过了？特朗普用力过猛，引起了这个普京的警觉。然后俄罗斯的专家说，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试图与美国讨价还价，以自然资源为交换条件向基辅提供武器。他利用俄罗斯境内地下资源的数据，你看看，说的是俄罗斯境内，那肯定是俄罗斯占领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那两个州，向西方做出了显然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希望延长冲突。这个专家说，战斗还没有结束，但他已经在谈判要将这些矿区私有化，这些矿区租让给北美和欧洲的外国公司。当然，他的目标是让这些国家继续运送武器，旨在让战争继续下去。也就是说，他并不打算结束冲突，这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为了延长冲突。俄罗斯人很有意思这个什么叫俄罗斯欧亚和后苏联空间研究中心叫巴尔塞洛斯这个专家你反正代表俄罗斯人的精英的一部分意见，你不去骂美国，这特朗普要跟泽连斯基签这个协议，泽连斯基不签，特朗普还骂他，逼他签。你现在你不骂美国，你骂泽连斯基说妄图延缓战争。所以你要从俄罗斯人态度来看，俄罗斯人恼羞成怒，不就恰恰证明了泽连斯基签这个协议是有利于乌克兰的，有利于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吗？俄罗斯人都说了，矿在俄罗斯人的手上，凭啥卖给美国？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当然了，对于特朗普还有很多离奇的离谱的这些言论，媒体也是大家叫渲染或者叫扩大。你比如说要让欧洲3周时间内
内给出答复。美国给了我们3周时间来同意乌克兰的投降条件，如果没有达成协议，美国将退出欧洲。这是芬兰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叫阿尔托拉说的。特朗普很霸道，给欧洲21天时间同意这个投降条件。这话我相信可能特朗普是说过，但是有什么意义？还有传言的吧，说特朗普让泽连斯基你最好去法国，也就是让泽连斯基赶紧流亡，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特朗普他想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自己不觉得尴尬，你也拿他没办法。泽连斯基给波兰总统杜达打电话，大家也知道波兰一直支持乌克兰的抗击俄罗斯的侵略，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但是支持乌克兰的决心那非常坚定。这个杜达说他劝泽连斯基对美国要有耐心，要跟美国搞好关系，离开了美国的支持就不利于乌克兰的这个和平。那言下之意就是光靠欧洲是不行的，对吧？还要抱住美国的大腿，不能跟特朗普把关系搞僵。那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骂你2句你就听着就完了，不要跟他计较。这就是杜达的态度，委曲求全。那没有办法，就到目前为止，英法2国态度比较积极，要准备组织3万的联军驻扎到乌克兰。但是他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在乌克兰，而且他不到俄乌冲突的前线，他驻扎乌克兰什么奥德萨什么后方，就这样他还需要美国派部队作为英法联军的后盾。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欧洲还是口号喊得响，还在前怕狼后怕虎。确实跟杜达说的，你要指望他们黄花菜都凉了，你只能指望美国，就派兵3万让美国人做他们的后盾。斯塔默还有马克龙他们大概是2月底下周要到美国去见特朗普，跟特朗普协商。总之到目前为止关于俄乌战争支持乌克兰的人没有必要悲观，不要被特朗普这个嘴炮，对吧？这半个月来一顿胡搅蛮缠，马上就丧失了信心。相反这俄罗斯也是暂时的得到了一些心理安慰，口惠而实不至。也就是特朗普帮普京骂了泽连斯基，实际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好处。这个俄罗斯执法机构提议限制公民从自动出款机的银行账户中自由提取自己的资金。这是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信息安全部主任瓦迪姆·乌瓦罗夫在金融网络安全论坛上宣布的。据他说，执法代表想出了一个冷却期的想法，供那些希望从账户中提取资金的人使用，类似于已经生效的消费贷款。根据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2月14日签署的法律，银行和小额信贷组织必须等待4至48个小时才能向客户发放借款。什么意思呢？媒体报道，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安全部队关于限制从账户向俄罗斯人发放现金的建议，就冻结老百姓自己的钱，你想从取款机上取钱等等。最后我们再看看这个日本人什么态度。2025年2月20号，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国会发表对美俄谈判的最新声明，坚决反对强压乌克兰，割地求和。内容如下，他说：1. 绝不容许任何国家通过领土扩张结束战争，这个不就是指的是俄罗斯吗？第二个是必须确保乌克兰的绝对安全，并加强乌克兰的安全和防御能力。日本应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第三个是应泽连斯基的邀请，日本自卫队准备与乌军合作，共同战胜国家恐怖主义，也就是反恐。首批自卫队员已前往乌克兰开展活动。日本的这个态度也够这个特朗普喝一壶的。由于特朗普最近给人感觉好像跟俄罗斯走得近，在帮普京，所以让俄罗斯人产生了一些联想。这个普京趁机向国内宣传，这俄罗斯人已经开始想象了他们马上要加入 SWIFT 系统，解决他们的支付问题，又是要美国马上解除他的制裁。甚至这美国不是跟加拿大两人较劲吗？关税是对铝进口要加关税，俄罗斯马上趁机顺杆就上了。他说我们俄罗斯的铝这个质量也很好，可以用在你们苹果手机上 iPhone 上。你看看这算盘打的，这美梦做的，你不能不说这个特朗普这一招管用了，就是让普京产生了兴趣，他梦想着跟美国还要做生意。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这普京的梦很快就要醒来，马上就要面对现实。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